青虫林鹤，我是乔治。我是吴婉，我是阿天。海海人生当中，我上喜欢一条歌是不关系。不关系这首歌，因为贝斯实在写了真好，还佫有歌词咧讲，勇敢说爱这件代志。不管是这个词咧，伊本身就带着咱台语特有的语感甲气口，而且这个词伫歌词内底唱起来是互人感觉讲，真深色啦，真水气安尼。我想要对阿伟讲的，就是讲，我自迄个大树公咧比赛的时阵，就介意这条歌的。我甲阮朋友嘛，定定伫个心情无好的时阵会听这条歌，因为这条歌足温柔的。虽然讲有一寡伤心，也毋过听这条歌就会互人感觉心情较平静。多谢你。嗨，我是 Emily。这张专辑内底，我上喜欢的是《憨狗绿背鸟》这条歌。毋那是因为我介意狗仔的关系，听这条歌的时阵我感觉真有画面。听到尾也佫会感觉到，小可有一点愤慨安尼。青虫，我感觉恁是即马的乐团内底真罕尼看到讲用台语写歌，佫会当袂感觉碍虐，嘛做真侪真新的曲风安尼，家期待恁以后的作品。Hello， 我是阿布，最近在听海海人生的歌，其中我上喜欢的两条是下班，佮有烂伫碰一顶。因为我感觉这两条歌甲我的生活有真侪相共的所在，亲像上班、顿卡、下班，有时阵佮加班，也是讲啥物拢无想要做的时阵，敢若想要烂伫碰一顶悬安尼。一直拢真介意恁的歌，会继续帮恁加油嘛，继续听恁的歌，快听！大家好，我是马提尼。我上介意海海人生内面的一条歌是《寒天》，互我想到我甲男朋友做伙进前 COVID-19 拢袂当见面，所以咱两个敢若会当用手机咧抬杠，就亲像这条歌同款。我顶礼拜有去女巫店听你的表演，现场足笑足舒适的，我足想要找一张碰椅倒落来听。我自恁的音乐表现内面感受到恁坚持做家己介意的音乐，希望恁会当继续创作。感谢恁做出这歌足赞的音乐作品，大家看到台语歌的更较侪无共可能。期待未来再见。